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11月初6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高雄市的警方昨暗互人敲倒摆下吊伤，引起事端的人酒精分超过标准，已经以公共危险罪送办。交通部伫咧丰原火车头开始试放智慧型影像监控的系统，这也引人议论讲，敢会去侵占到人权？世界12强的野球赛，台湾代表队昨暗头一场就以6-1击倒波多黎各这队。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高雄市的警方昨暗伫咧大寮一搭车祸的现场咧发生代志的时，一个某人我倒摆徛咧，竟然先甲警察迄只车弄甲倒了，才搁去压着现场一名警员。骑车的人本身骨头完啊断去，结果一个淹落去，引起事端这个人酒精分超过标准，警方就安尼将伊以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汽车伫咧路口倒弯，对向一台机车，速度无紧，煞直直往汽车浪。高雄警方5号暗时9点外到大寮处理这件车祸，结果搁有另外一台机车嘛来弄。可能因为超车不当，或者是未注意前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撞击到我们警戒的车辆、警戒的摩托车。那撞击到警戒的摩托车之后又碰撞到我们处理交通事故的远景。警方当时伫第一件事故的机车后壁大约10公尺，用警方的机车动的警戒，做侪机车拢会使闪避通过，但这台要加速通过路口的机车，煞弄倒警用的机车，佮骑到路中央的远景，造成远景手骹拍破乌青。大概在事故大概10到15公尺左右，我们放布了一部警用机车，那有打开警示器，原则上是这样子。那2位同仁是在路边警戒，顺便交通指挥。警方强调当时有依规定警戒甲疏导路口的交通，但这名机车技师互测出来有啉酒，车速嘛无慢，可能因此闪袂赴。事故以后伤势嘛比红龙的远景严重，有开放性的骨折。专案将会鉴定是毋是超速，啉酒骑车的部分嘛以公共危险罪函送法办。记者王川民众看高雄报道。因为铁路近来发生几落站影响安全的事件。交通部铁道局嘛伫咧丰原火车头开始试放一组智慧型影像监控的系统。不过系统的镜头是有法度讲扫到人面就会认人，阁会过滤出记录在案的黑名单。当然，这也引起人议论，敢会去侵占到人权，也是碍到个人的隐私。但代替已经宣布讲，暂时要停用这个系统内底这款监控的项目了。火车头内底旅客出所入入，应该如何掌握进出车的身份？交通部铁道局建立智慧影像监控系统，除了会使掌握民众安全状况，还使透过参数的设定，主动来协助民众。有旅客在这里购票停留太久，旅客购票停留太久，他会去帮他做服务，对，会做一个处理。将被动的管理化作主动政策，这套影像监测系统会使针对这一款条件，提供事先预防以及主动协助的机制。有人民辨识系统建构大型的人民资料库，透过进出车站公共空间来截取影像，搁再比对判断是毋是黑名单，就会使确认身份。不管你做法，民众嘛无共款的看法。对，我会觉得说会不会出入哪里，好像就是可能资料就会被可能传递出去这样。那临时在赶车之类的可能就直接过去那边做人员辨识，辨识完 OK 就确认，就直接可以进去了。确保公共安全的同时，嘛有治安以及个人隐私的疑虑，尤其截取人民的影像，就是动天眼系统引起人权的争议。铁道局中港处表示，这套系统建立伫公共空间，目前搁伫示范的阶段，甲警方资料库是无共款。它其实操作权限都有规定的，所以它只能就是说，它的使用单位它去使用，而且这个部分都是限于公务。铁道局表示，这套系统是针对应用安全以及安全警示来做监测。目前丰原车站搁伫做测试阶段，这款的智慧型影像系统以及设备都有人民辨识功能，因为佮种个疑虑，代替目前决定无要使用这项功能。不过相关的适合性以及安那来整合资料库，搁要进一步来讨论。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为了保护公众的安全，别日大细位的火车头普遍顶，无定拢会去斗这款影像监控的系统。但有人权团体就批评讲，这是会去侵占到人的隐私权，嘛烦恼台湾未来会惊对中国迄款全面性监视的社会去。有律师是讲要调查犯罪，有限度用影像监控，未必然是袂当。不过，就要大先有法律做根据，才通安尼办。
中国全面打造天网监控工程，全面进行人民监控，将人民甲车牌对号入座，掌握人民一举一动。考虑车站公共安全，预防车站随机伤人事件，铁道局伫台中丰原车站开2000万7班智慧影像监控系统，也纳入人面辨识甲黑白名单，引起人权团体批评。台湾要走向中国的全民监控社会。随机杀人的事情，是不是可以真的透过这样的一个人脸辨识系统，可以事先预测出来谁是可能的犯罪者？我觉得这恐怕是要打上问号的，更全面性的去侵犯每一个人的隐私权，去把每一个人都预设说，你可能就是潜在的犯罪者，你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嫌疑犯。台湾会烦恼，一旦实施车站监控，加上未来推行的数位身份证，政府应全面控制人民的行踪，开数千万打造监控社会，不如提钱补偿代替金额。不过有律师认为，车站是公共场所，在维护公共安全利益甲保障运输各组之间，关键是不是符合比例原则？某一些特别的事件而需要启用监视器的画面，并进而就监视器的画面做人脸辨识，来确认犯罪嫌疑者的身份，这是可以的，也是合理的。没有任何的犯罪的前提之下，这样的行为可能就欠缺合理性了。律师指出，如何判定旅客异常行为，监控的法源依据搁伫倒位，并不是由代替铁道局来判定。监控外面的照相，或者是无小心外流，都应该做好把关。各发挥目前就现有的各组保护法，是不是符合后面相关规定进行全面检讨？记者综合报道。体坛大车拼，世界12强野球赛，台湾的代表队昨头一场就拼赢。昨暗咱以6-1击倒波多黎各这队。头一局，今年中华职业棒球联盟的野球王、打击王林立，就先喊一支轰浪出来，佮再配合拍头阵的投手江小庆，结6局才6分，唔只系头一战就赢了才水。球出现1好球1坏球，这个球打到了右外野方向，打得相当的结实，相信中华，红不让台湾。伫第一局就攻出正面外野的2分炮，虽然伫咧官办的热身赛5个打数拢无安打，不过伫世界12强预赛首战，林立大力一攻，替中华队先提分2-0。球出现是2好球没有坏球，野上跑者走了，这个球投手自己接住。哇，这是一个 nice play， 非常快的一个反应啊！不过在这个半局，波多黎各是追回了1分。空中掠脚，甲球收入去手头化解危机。担任先发的女比投手江小庆先发6局。被攻出3安，只个拿61分，是球队赢球的关键。伫第5局时阵，波多黎各手臂失误，中华队这局就摕3分。林立这时候摆出短棒，做了一个出击，这个球传再来不及了，传一垒嘞，球掉出来，这时候3垒上跑者看机不可失，重回到本垒得分，2垒上的跑者绕过了3垒，这时候2分，看到精准的选球，国家对手的失误，中华队一口气又搁摕2分。上3垒的林立，尾是看到所底的中外野高飞球，走在中华队的第5分。这一球打到反方向，但是刚好在游击手的位置传偏掉。这时候跑者通过3垒回来，第2名跑者在3垒啊，这时候是被挡住。到第6局，中华队张志豪第2出局了攻出安打，波多黎各连续发生失误，和中华队各摕1分。最后将场中华队6-1拍败波多黎各，今仔日就会对委内瑞拉，若是赢，入决赛机会就变大。记者综合报道。世界12强的野球赛，台湾分配伫咧美这组，昨暗胜拼波多黎各，野头旗的投手江小庆对家己的表现嘛真满意。因暗咱要阁出战委内瑞拉，教练团决定要派目前伫咧日本职业野球队发展的投手张毅出来拍头阵。6-1拍败波多黎各，摕到关键第一胜。一中总教练加接赛后记者会面时，有时欢喜，有时忧愁。一下子高兴，一下子就要想到明天的比赛，当然就又开始在看明天要怎么去面对明天的赛制，所以那个表情有时忧，有时快乐。国际比赛判掌握也是爱临场发挥。这场比赛来讲，中华队打击并不好，不过在中职本季打击王林立临时建功。设定的策略也是以直球为主嘛，那其实自己也是想要往反方向攻击嘛，因为推进的几率比较高，所以也没有做太大的想法，说一定要把球打得多远。
任日首场国际赛建功，先后来江少庆主导6局送出503进，只落1分，一副动感的气势，让人印象真深。这一场是一个很好的比赛嘛，然后相对对我的自信心，我觉得可以提升到很大。然后接下来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晋级到日本。有赛开红盘，中华队第2战对委内瑞拉，有了搁较歹对付。世界排名第9的委内瑞拉这一次的阵容相当的齐全，尤其是野手方面，几乎都是美国职棒大联盟2A、3A 的选手。除了小心打线，委内瑞拉投手也真整齐，有领先回来阿瓦雷兹，捌伫大联盟业绩27胜。We got to see it on TV last couple nights, and they got some good arms. They got young players, and it's going to be good. It's going to be a good competition. 中华队若果摕到第2胜，进军东京复赛纪录大增。教练团决定由25岁效力日本职棒，奥力斯缅怀长役担任先发重任。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大选一日一日晚，当有消息讲，下礼拜4蔡英文总统就要宣布副手，正就是前任的行政院长赖清德。独派这边嘛拢有讲要支持。另外，国民党的提名人韩国瑜今日是继续咧行新竹这方面。当有周刊咧看讲，伊失业的时，阁有在调买7000多万的楼仔厝。韩国瑜办公室是讲，平民市民嘛是有权利买卖房地产的。蔡英文、赖清德顶礼拜头一届合体徛台，营造日赢团结的气势，嘛靠蔡老皮呼声愈来愈悬。即马风声讲，上紧下礼拜4，蔡总统就要宣布副手的人选，而且已经得到独派的支持，蔡老皮正做定调。蔡赖配不会是这个口号嘛？就是这个总统候选人的部分，其实第一必须尊重这个总统提名人，总统跟被征询的所有的对象，其实应该很快就会公布，大家也不需要着急。虽然时间也未经过证实，不过竞选团队考虑伫礼拜3民进党部分区名单公布了后，全国竞选总部成立进程来公布蔡老皮优声势。但是，什么时阵会去中选会登记也未确定。日赢副手人选已经即要出来啊，那也是也无明确的人选。韩国瑜继续伫咧新竹区公客家票仓。当县长、市长的没有到城隍庙拜拜，是不能到政府去上班。所以城隍爷在人民的心目之中是非常重要。韩国瑜除了亲近公庙，下晡阁要和朴树生亲临议题直播，争取更较侪选民的认同。不过韩国瑜最近和周刊报道讲，伫咧失业的时阵，捌注文7000多万的台北市豪华住宅，互人批评是假市民现行。韩国瑜办公室是回应，房产已经因为无法度负担，伫咧交厝进程都袂掉，佮以市民其实嘛是会当有买卖房地产的权利来反驳外界的批评。记者综合报道。听到讲蔡赖甲无定有谱。台北市高文特市长尹过捌牙讲，赖清德伫咧党内初选去互创掉，伊今日搁再赞一句，若有影蔡赖甲者，赖清德就是搁去互人创倒来。因台湾民众党的部分区立委确定的提名34席大大，其中20席是按算伫咧人海茫茫中间，用开放面试落去竞的。2020大选就要到啊！风声讲后礼拜4总统蔡英文会宣布蔡赖配，台北市长郭文德进前捌讲，赖清德伫咧初选的时阵是去互做掉，即阵民进党搁再杀出蔡赖配，透早郭文德是算赖清德，其实是去互逼正做副手。那就被做进来了。有时候成为副手的意思吗？有时候是做出去，有时候是做进来嘛。这个除了蔡赖配备受关注，各政党无分区的立委名单也得要出来啊！台湾民众党无分区的名单确定要提34席，其中20席会由海选来竞出来。那部分名单也提早公布，包括独将青龙、翔旗联盟第创办人江雄钦，还有金曲奖台语歌后江惠琪等人。我们跟他 interview 不是因为他是金曲歌后，是因为他是中华电信的工程师啊。所以还没确定了，这还在，我们还有第二轮的那个 interview。已经公布的名单包括郭新北、蔡碧如、孙智丽、陈志如、房启干、杨朴瑜等人。另外，亲像台北市政府劳动局赖松莲、副秘书长陈志明等人，同款被列伫咧积极征询的名单之内。另外，对亲民党党主席宋楚瑜有意思第5届投入总统大选，郭文德和宋楚瑜的竞争关系，是毋是会冲击到民众党无分区立委的席次？郭文德表示，这真歹讲，不过伊强调会使体谅宋主席，只会当讲互相谅解。记者阿敏金中国随台北报道。
国际上要紧，香港的媒体报道讲，今日早起9点迄旁，一直咧反对反送中运动的议员何君尧，伫咧新界区的屯门迄搭去互抬头伤，赶紧送医急救。昨拄当是香港实施禁服面法1月日，多民众调工挂电影《美怪客》面具，行去街仔路抗议。警方这边嘛驶出水炮车要来赶人。大声喊着“光复香港，手举高”，代表5大诉求。真侪香港民众戴着电影《美怪客》面具，聚集伫尖沙咀8周年纪念花园。虽然知影可能会被抓，也是要做，因为因要抗议港府强推禁服面法生效满1个月。Come on the street and tell the government and tell the crowd that we are still insisting our 5 demands. And then I think today's action is kind of an experience to trying a new form of actions of protest. 一开始时阵算平和，不过有一寡示威者占据弥敦道，又个破坏几多间尖沙咀店面，赶紧用水炮车清场。伫透早了，示威者继续伫咧将军路尚德村过节，伫咧吹示有就医来声援的大部大学生，敢若是为着要闪避警方的催泪弹，自将军路一个停车场的3楼摔到2楼，到昨嘛也未脱离危险。有人伫东正街甲东明街菜路档，并且等汽油弹，差一点去等到现场的记者。防暴警察到现场了，下催泪弹赶人，街头袂输敢若战场共款。总计禁服面法实施1个月以来，港警逮捕307人，其中21个人被起诉。记者综合报道。香港有媒体报道讲，有一个台湾的男性，顶月日伫咧香港抓空气枪去抢人的表仔店，过手了后随脱走，旋转来台湾。迄就袂输香港人陈同佳伫台湾杀人了后，偷走转去香港共款。咱两边若无司法互助的制度，敢有法度抓人？法务部蔡清祥部长伊讲，若台湾人伫咧香港犯案者，咱是有司法的管辖权，毋是无哦。台湾甲香港无司法互助，即马所来发生争议的案件。根据香港南华早报指出，一个台湾的查甫人顶个月初六伫香港抓空气枪来抢尖沙咀的表仔行，抢到2支价值388万的表仔。当天暗时就随逃走转来台湾，因为台港双方无司法互助的机制，还佫有引渡条例。嫌犯伫咧台湾是自由身，香港政府无法度要求台湾政府甲这个查甫人抓起来，引渡香港来审查，就若像是犯杀人命案的陈同佳共款，引起外界质疑，敢是真正无法度甲伊抓起来？我们是从媒体报道看到的，那看到有我们就积极的去了解。那依照我们的港澳条例43条，那如果我是台湾人在香港犯案，我们是有管辖权的。法务部长蔡清祥强调，讲这件手案台湾有司法管辖权，因为根据港澳条例规定，台湾地区人民伫咧香港犯上轻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适用刑法。不离个无相关的事情，可能会增加办案的困难度。所以这就是司法互助的重要性啊！如果发生外国人在本国发生的刑事案件，就要透过司法互助来共同合作，才能让犯罪者绳之以法。针对台港所发生的司法问题，香港媒体讲这是台版的陈同佳案件，毋过蔡清祥驳回，台湾的态度甲香港是完全无同款，会追溯犯罪行为，而且根据了解，台湾的检警已经组成专案小组，而且由刑事局的代表甲香港来直接，要来甲专案的事情抄清楚。记者综合报道。财经上界新，因为中国打压台湾要加入国际组织，会用伫讲是暴力干扰。外交部吴钊燮部长今日就讲。东南亚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这个组织，中国已经是会员国，咱要入去，惊是有较学。日本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就是 CPTPP， 但是还未开放第2轮新的会员国申请，咱台湾得个小等。我们参与 CPTPP 的机会有几成？这个是步骤的问题。那去年部长就不要讲这种话，那5、6成的机会。但是我们因为去年10月经济部长沈荣津强调，政府已经为3方面拍拼，争取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有个成功加入几率，应达到5到6成，不过1年过去，也是伫原地。
那如果中国不阻挠的话，可能我们就有100%的机会。还有4个会员国，他们还没有进行国内的批准，他们没有开放其他新的这个会员国的加入，跟这些既有的这些会员国去展开非正式的双边的磋商。那我们都在积极的进行当中。外交部甲经济部强调，刑事加入不是台湾政府能控制，因为 CPTPP 到即马也有4个会员国还未批准，台湾是非会员国，只能继续等。不过外交部长吴钊燮强调，比起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加入 CPTPP 几率较悬。这个机制对我们台湾来讲，并不是一个友善的机制，因为中国已经在里面了也因此在过去我们没有办法去参加。那我相信在未来要参加的这个机会也并不是很高。但是对于其他的区域经济整合的这些机制包括 CPTPP， 我们台湾都会认真的来参与。不过有民进党伫会认为，台湾无论是加入 CPTPP， 或者是甲台美签签 FTA， 也个贸易障碍卡关，包括开放美资甲日本核实者问题。所以伫加入进前，政府拢会需要做好相关产业长期评估，同时爱严守食品安全机制，加入国际经贸组织，才袂有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联合国发表上届新的研究报告，指出讲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地区两边的出口拢总减，用得讲是落水平平沉，无分东头轻。咱台湾是贸易转移得利上届济的国家。美中贸易战开始到即阵已经有16个月，全球经济景气嘛连带受到影响。联合国发表上新的报告指出，美中贸易战了后，敢若今年顶半年，美国对中国进口的商品都衰退至少25%，总共减少350亿美金，其中210亿美金转向台湾、墨西哥和欧盟进口，其他的140亿美金有可能由美国本土制造业者供应。The trade war, the longer the trade war goes, the more likely that those losses and gains will be permanent. 报告指出，美中贸易战互相提出的经济制裁，唔但伤害双方，对本土企业嘛造成真大的冲击。在这两强对战贸易转移之下，得到上最好处的就是台湾，因为对顶半年的数据会当看到，台湾对美国出口比去年同期增加42亿美金，差不多代表1275亿。品项大部分是办公室和电子通信相关的设备，是贸易转移上大的受益者。过来就是墨西哥。贸易战里面，我们台湾其实真的是一个受惠最多的国家。伺服器、路由器、网通设备等等，那这些部分由台湾制造出口的部分呢，确实得到很多美国企业相关的青睐。进一步提高到这个25% 的关税之后，对于台厂来讲，其实考量到关税成本，就已经开始移动产线，有助于带动我们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一个表现。学者表示，早伫咧去年下半年都已经考虑到关税成本的问题，不少台厂都已经开始移动生产线，而且对4G 进入5G 的市场了后，包括资料中心或者是电信端对网通设备的需求，拢会大大提高。伫咧多元生产基地布局之下，美国市场的订单有可能继续增加。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看台东。有一对无几岁的青年男女，近来一直甲网友分猫仔狗仔去饲，算咧有30只。结果原地主人若讲要去探一下因的爱猫爱狗咧，这对男女煞拢甲人请甲死。经过动物保护团体会同警察入去因的徛家厝看一个真，发觉讲煞敢若剩2只猫仔、1只狗仔，另外搁一具狗仔的身尸。警方当时已经开始咧调查事实的真相。这个暗时有真侪民众甲动保团体就伫咧台东市保松派出所，因报案指出，这4个月以来有一对男女朋友透过网络来领养猫仔甲狗仔，差不多20-30只。毋过送养的人想要来看这的猫仔甲狗仔，却去互因来拒绝，而且佫提出毋是因领养回去的猫仔甲狗仔的相片来互送养人看。一直到最近，因发起网络募款要来医猫仔甲狗仔，互送养人怀疑讲猫仔甲狗仔去互口毒。陆陆续续在短期内领养了约20只左右。那目前还在陆续增加中，是因为他当初承诺我们说他会定时的回复我们猫咪的状况跟照片，就没想到我们追问的时候，他们就是回复我们的是别只猫的照片。警方去这对男女朋友睡厝的所在来看，发现因领养的20-30只猫仔甲狗仔已经唔知影去倒，毋过现场发现狗仔尸体。伫咧笔录当中，因2个人对消失的猫仔甲狗仔是交代无清楚。警方表示，找6个有其他的人来报案，会回动落业处来调查。
进入其租屋处查看，只发现有2只猫及1只狗，以及发现另外1只狗的尸体。顶个月到这个月，台东县拢受连续来出现哪像酷毒动物的代志，引起动保团体的注意。农业处表示，若是查到有酷毒动物的行为，以动保法会当处罚2年以下有期徒刑，也是拘役并科20万以上200万以下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动物判的新闻。嘉义市伫咧9月才拄开幕的动物保护园区，当时去互动保团体和市议员逼讲，内面的环境歹，服务的时间阁无法度应付市民的方便，尤其嘛无照规定替破病的狗仔正确发落安乐死的工课。这个问题一再拢表示，目前园区的规划无够十全，当然讲要保护动物的本意，就无法度来发挥了。工作人员无用整理动物大的环境，嘉义市政府开4000多万9月才启用的动物保护园区，最近传出园区替破病的狗仔进行安乐死的代志。动物保护团体就表示，过程中确实有争议的所在，但是根本的问题就是人员不足。我们不是不支持安乐死，而是说应该要合法的执行。那我也想要在这边聚焦的是说，我们暴露出来的是什么呢？暴露出来背后的意义是我们人力不足。面对动物保护团体的质疑，市政府嘛表示，执行安乐死的狗仔去互检查出有传染性的疾病，为着惊造成更较严重的状况，所以才来执行安乐死。针对过程中无完善的所在，嘛会提出改进。而目前园区内配置是4个人，会来重新思考人员的安排。那我们在安乐死执行过程中没有来不及等到我们动保团体的一个到来，那在处理上是有一个瑕疵啦。那我们当然，我们园区这边人力不足也是非常的吃紧。针对市议员伫议会提出园区西照日甲礼拜拜六无开放的问题，市府嘛表示，目前已经有向议会来追加建设的经费，同时嘛会修改园区上班的时间，强化园区内动物的环境，甲民众认养动物的记录。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为着要顾全苏澳趟花莲这节苏花公路山区路段改善计划，8日若正经通车了后，较长的磅空发生火烧的时，会用得赶紧控制。花莲县的消防局新学遥控的自走炮塔，这款新型的救灾拍火车，阁有 BMW 大只的重型机车，就是要抢时间，通好赶赴火场控制火势。甲火点火倒，消防人员操作无人的水炮车，水跳经过加压了后，火真紧就互拍花。重点是消防人员免接近火点，真适合磅空内的火灾现场。它的遥控距离是100到300公尺，它的每分钟有3600公升的流量。唔那安尼，为着会当伫第一时间去到现场，花莲县消防局阁买2台 BMW 专攻零路面大型重型机车，后壁阁加装2桶15公升全泡的灭火器。磅空内底踏车嘛唔惊，会当适应各种落风的性质，互会当赶紧到起火点。它对我们来说能够第一时间，就是能够比消防车还要更快到达现场，然后觉得对我们的工作是有帮助的。我们这个水箱差不多有30公升，时间我们是可以做调整。你如果是说要时间比较长的话，当然那泡沫量它的出水会比较慢。花莲县消防局讲，因应苏花改明年正月初5通车了后，磅空的安全，所以伫秀林乡何仁村成立新的消防分队，专门负责当磅空的救灾。目前编12个消防员 ，BMW 大型重型机车、甲无人水炮车，拢是要予这个单位。苏花改的何仁分队，它主要的救灾类型是属于隧道险跟公路险。所以说，它的装备会比跟一般分队会比较特殊。根据花莲县消防局的资料，这台 BMW 大型重型机车价值96万，无人水炮车150万，另外还有价值1000多万的高压排烟机。相关消防人员正在接受训练，为着明年苏花改通车了后的救灾，提供上有效的抢救。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本地规定讲，月尾进前，网络伫咧互人叫车的 Uber 系统，每一个司机若考到营业牌，拢爱去挖计程车行挂牌，无得要依法落去处理。不过早起有几两位 Uber 的运将拢开记者会，呼吁交通部着爱放慢，唔通遮紧着下手执法，因为有的计程车行甲工会，若讲到要挂牌，就会恶意阻挡，逼甲因无生路通好行。延缓取缔，修法不能做半套。
有几位 Uber 驾驶再去北部所位派遣车队进前，呼吁交通部甲取缔时间前一个，因为交通部要求所有想要转为多元计程车司机的代雇驾驶，必须要伫这个月底之前完成挂牌。这个期限敢若剩20多天，阁有2000多位驾驶也未完成讲习，要等到12月中旬才会当摕到职业登记。交通部在安排考试上面的一个程序上面的一个疏失，让这2000名的驾驶要去上课取得最后执登的一个资格的时候，面临到会超过到12月。那安尼，自救会嘛批评，当初时交通部出面协调，和代雇驾驶考掉职业登记了后，会当先去车队登记摕到资格，落尾再去各县市找车行，缴交考行费、领牌、领受雇单等等，了后才会当转来到车队开通接单，开始做生意。啊，不过部分车行煞处处刁难，像讲有关介绍，和代雇驾驶无法度考行，就无法度接单载人客。我们考到执登的时候，我们要去领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车行要开受雇单。那在北部这边，他们是可以协助我们入行嘛？可是，在桃园那边都要3000、要5000这样子。它另外会有涉及那个市场商业模式的部分，那个部分就应该是由业者循那个商业途径去做处理啊。自救会强调，代雇驾驶已经积极配合政府转型，但是嘛是呼吁交通部以公权力导正计程车行和工会甲牌照立条例，恶意主动无妥当的行为，才会当落实甲新创产业立条例，让甲车拢合法的政策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高中生新的课纲开始应用了，初期大细间高中的学校拢得替学生甲学习过程的档案传好好，尤其老师嘛得加价几落问多元选修的课程。啊，当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这个教育团体就反映讲，做先生的工课加遮济，一来骹手也无搁增加，俸禄嘛无提升着，基层的教师惊的是会对甲技战袂定。学习议程档案的建立啊，选修课程的规划、课程计划、课程地图、生涯规划、现象探讨、课程咨询跟教师增联习各种业务，加重了教务处这些主任跟组长他们的种种的工作负担。甲高中级教师伫咧108课纲实施了后所派的工作量算咧，全教散顶教育团体指出，配合108课纲，大学校系参采高中学习日听档案，高中级都爱建立系统，教师阁爱开设多元选修的课程，并且协助学生参与实作和比赛等等，工作量增加真多。开设多元选修、弹性学习课程，其实要花费的这个准备课程的时间。还有教材的时间，事实上相较于固定必修是要多好几倍的，应该要把这个编制再提高。教育团体认为，108课纲强调多元选修、弹性学习，教师爱家己编教材，增加备课的时间。若是学习日听档案的建立，嘛互兼行政职务的老师工作量增加真济，但是职务加级和教师的重点费拢同款，几年来拢无调整，这情形加起来，主管机关阁无要增加教师的员额，互基层老师有影是用要袂喘气。教师员额的这个部分，很多学校都还没有达到他现在的编制员额。在行政院人事总处这边，它还有一些控管的状况，这部分我们会赶快来争取是跟院里来争取，就是把这个员额至少能够补到它的编制数了。郭教授表示，会协助争取老师的员额，互伊编较够，嘛回应有开设教师精灵、素养导向等等的培训，并且建立教师平台。学校若是有师资的需求，会当进行媒合，同时间嘛日线上选修课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下云林县的斗六好溪里这个粪扫临时转运站，因为放了伤过头济，捌引起四边的民众出来抗议。顶日啊，县政府嘛因讲，此后转运站的粪扫再出无搁再入，嘛将新增加的粪扫暂时放在分科路的绿桥下。毋过，线外遐的民众开始烦恼环境卫生的问题。县府当时赶紧加强，要先甲粪扫封起来，减少污染，气味嘛较袂遐歹。粪扫堆满临时转运站，云林斗六每天产出的粪扫量大约40-50吨左右，但拢暂垦咧斗六好溪里临时转运站。今年7月份，捌引发邻近的民众定情抗议，后来县府承诺粪扫只有出无证，另外找运科路3大路桥卡垦地，让引发民众烦恼环境卫生的问题。以公所的立场来说，我们不希望再有第二个垃圾山的出现了哈，所以我们现在又把这个每日新产生的这个垃圾，
又再回去原来的那个大美村的那旁边的那个原有的旧的转运站里面去了。道路市公所表示，目前好溪里临时转运站堆积的本数量大约2万吨。目前环保局每天配合到达80至100吨的气化量。对此，云林县环保局嘛讲，除了气化，嘛已经补助到达打包计划。目前机械已经入场，第一期将打包7000吨的本数。预计是这个礼拜4就开始正式打包。那厂商是希望说在2个月内就完成7000吨的那个铝业企业量嘛。这个部分打包完成以后，到时候我们那个垃圾的味道的部分我将大幅的减少。环保局表示，近期各地焚化炉税收慢慢完工，会过来调度气化的本数量，减少到达本数囤积。另外，第一期本数打包7000吨后，明年会阁协助公所争取第2期的打包计划，但嘛要呼吁国民需要落实本数分类减量，才会当有效解决本数问题。记者为你报道。来看地球公民基金会和一寡环保团体一直咧推动开矿的产业的改革，干那记者会都已经开超过50场了。不过，矿业法修正的草案送入去立法院3档，头尾经过15摆的审查甲协商，嘛是也未断落。环保团体早起就去到立法院，呼吁立法委员就赶紧审这部法律较有影。甲空的阿门头罗啊，一个一个挂伫立法院大门顶头，环保团体要提醒立法院赶紧甲矿业法修正草案摆入协商。嘛指出，过去3年草案已经经过11届委员会审查，4届党团协商。执政党伫国会目前10次过半，矿业改革阁是执政党的政见。那这个会期无法度过关，因的责任上大。超过半数多数执政的一个立法院，如果没有办法兑现自己的政见，凭什么在下次即将来到的大选的时候，要我们继续支持这一届喊出来的政见？地球公民基金会指出，矿业法一直无法度完成修法，嘛互矿业改革袂顶袂当。若是环保署推动的矿业权典范，应该实施宽平的法规，无法度推进。国内阿门头的产业提出的矿权典言嘛，全部卡掉的。其实有60个矿业权的展现案，因为矿业法没有修过，所以被卡住，不能核准。我们看不出来为什么民进党政府到现在还要这样子卡住产业、卡住改革。款团已经募集将近25万人联署支持矿业法修法，嘛开超过50场记者会。明年初立委选举得要到啊，环保团体刷下来，会一个一个问所有现任的立委是不是嘛支持，会伫1礼拜来公布结果，让选民更加清楚，对一个立委是徛伫保护台湾山林甲保障原住民家园财产的这一边。记者林仁文、陈信良台北报道。地方的放送头，咱来看屏东枋寮今年62岁农友蔡玉生，姓目年已经超过20档，是屏东地上届早种佮种上快的花农。爱种遮大片的目年，毋是要卖花，主要是要销目年叶啊，互人当作花篮、花箍的材料。你看蔡先生因翁仔某，拢嘛透早5点就落去园林做事。目前平均册一日有法度出产1000支目年的叶啊，全国销透透。看过去几片青，唔知影的人有可能掠准这是菜园，毋过其实这全部拢是目年。目年的叶啊，介好用，伫咧插花时阵是介生人目有加分的效果。专门顾这片花园的蔡玉生，今年62岁，伊和因某即阵就拢靠这的叶啊趁食。农场现在目前的经营，是6分地，然后我这全盛时期大概在2甲左右。屏东枋寮的农民大部分种爱文、稻啊和两务较侪，真罕得看人种目年。即阵只有蔡玉生和朋友2个人伫咧种。当初时伊想要种兰花，不过因为规模较小，无法度和大企业竞争。落尾伊发现目年较少人种，绩效也较稳定，所以转开始种。它市场比较小，对于我自己的资源来讲是比较吻合的，然后。如何去做好，继续永续的做，就是你要对这一块土地的一个关心，你要爱它。目年一年四季拢会使采收，蔡玉生翁仔某逐工透早就开始无闲，一工差不多出1000支左右的叶啊，互台湾各地头的花市。翁仔某共心拍拼，行出家己另外一片天。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政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
咱看到讲屏东枋寮的农友郑望年小全国，就想到一条民谣6月望年。今日国政我要来给你介绍苦饼丁先生作词这条真艺术的民谣。那我来讲一拍歌词，内底讲6月望年满山芳，满花也着小花丛，亲像蝴蝶乱乱浪，踩过一丛过一丛。是啦，6月望年这条民谣本来是敢若歌调，但是苦饼丁先生写歌词，互人当做流行歌落去灌。本地民谣吼，你唱甲我唱，字句拢嘛无共，但是改变做流行歌了后，曲盘一个关落，销全国，大家都听同款的歌词，当然流传愈快。歌词讲阿君仔就亲像蝴蝶乱乱浪，过去真侪咧描写讲薄情浓负心汉，敢若彩花蝴蝶共款。这台语歌的歌词特殊的写法。过来，咱搁讲一拍出来开讲，讲6月望年透面芳。单身的娘仔做面梦，好花开了等后冬，娘仔亲情何时放？是啦，规条歌6月望年拄啊6拍。苦饼丁先生所写的歌词，就咧写讲少女怀春的心情，毋则讲娘仔亲情做老爸老母的何时才要放？啊，讲到苦饼丁替民谣作词，我就搁想到伊另外一条代表作，就是文学老师含作曲家苦照先生。去到屏东恒春，去甲红木达啊、丹达录迄条《树香机》，转来拜托苦饼丁讲，这条我哪互你作词？啊，苦饼丁伊所写的民谣就模仿民间的开口，因为民间咧念四句联，真侪描写拢甲加味，拢甲讲甲力头足重的。毋则伊歌词写讲，四重溪底转转照，梅花断开会落叶，小妹仔想君袂得着，较惨拖命食伤药。你甲听。想君袂得着，较惨拖命，已经讲要无命，拖命才上药。我就想着讲，咱平湖人咧念小宝歌，嘛有念讲18送君去台湾，18岁我就送君去台湾，目眶你红，我也红，目屎一粒一斤重，滴落涂骹涂一空。你甲看，讲了煞刺激性无？过来讲这条《树香机》，苦饼丁先生另外搁写一拍，讲恒春过了是茶城。花言巧语无爱听，阿妹讲话闹影，刀枪做路也敢行，这嘛同款，就是见景伤情，看到恒春的景致，互你想讲恒春过了就是茶城，啊，连相对来讲男女间的感情，花言巧语我是无爱听，有缘原来要讲迄个目屎一粒一斤重的，讲甲互你感觉心肝头刺激一个，用要止斩袂掉的，阿妹讲话闹影。刀枪做路，我也敢行。这款的诚意，这就是名作词家苦饼丁模仿民间的开口，写出民谣的歌词，流传台湾一世纪这条《树香机》。讲到《树香机》，咱的耳孔边就响起恒春的歌诗。屏东县恒春的半岛歌谣节，但是经过戏剧、影像，搁有布置设计的艺术，要来大大发挥各地在地音乐的特色。尤其现场，毋但有舞台剧，阁有老钢剪做伙登台老调新声这款民谣的表演，甲传统的音乐艺术灌入去新的生命力，咱做伙来看卖。坐伫咧医疗啊，阿嬷弹月琴，少年人以吉他甲非洲鼓合奏。另外一边伫咧录音室，也有位无共领域甲国家来的音乐创作人，因是前一阵仔伫咧恒春半岛歌谣节，结合在地声音和少年新生命的老调新声表演团。老调也是都还在，也不会跑调了，只是中间会加一些很嗨的歌曲这样子而已。年代无共款，啊，一定爱互这少年有去接受。那这个民谣唔叫我头通继续传落去。少年人含伫咧电风拍拼真久的歌手，甲长辈，甲传统乐器，含6、7年代的 rock 音乐结合做伙，共同创作，大家心肝内是拢真欢喜。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是，因为像阿妈他们本身就会唱民谣，我们没有办法唱。
可是我们会写新的东西，跟阿嬷来一起做搭配。表演传统的民谣之外，我们应该加入一些新的东西，让孩子、让年轻人觉得，我的民谣是活的。结合世界音乐、台湾民谣，还有半岛自然地景的国际艺术节——半岛歌谣节，希望透过音乐结合生活，甲无同国家对土地的爱串联做伙，也让这些传统乐曲会使继续创新甲传唱。记者综合报道。为特别宣传西螺本产的乌豆和黄豆，西螺镇农会安排规棚的活动，让学生囡仔按田园行去到生产的工厂，佮亲身入去灶骹，就是要结合实农的教育甲现代新观念，将品质一度赞的遐在庄的农产品，尽量广告互众人拢会知。云林西螺镇的农会将在地生产的乌豆和黄豆，配合行政院农委会大仓粮计划，将大粒把甜又个真金贵的豆对生产到加工的农业知识，透过趣味活动一点一滴讲互学生囡仔知。田间开始对于管理对于开始这个生产的过程做一个讲解，然后呢，到最后就讲收成了。咱没那改，终于变做是一个创意料理。然后等一下，我们桌上都有擀面棍你就把它擀平。学生囡仔行过豆仔田，也行入灶骹，遵照着老师的指示，也将豆仔粉研做规丸。农会的职工妈妈也无用试试，赶紧准备青草的配料甲酱料，好吃的乌豆面就要出炉咯。原本黑豆只能做黑豆浆、酱油，那我们后续衍生成豆腐、豆皮，那黑豆饭、黑豆猪脚，让这些学生知道说黑豆的多样化。虽然有的囡仔是脚踏手踏，唔捌是灶骹，不过透过深入教育的课程，也互学生囡仔亲身参与制作，知影食的物件是对倒来，生产过程伊拢会知。农业知识的业绩，也看到做事人对土地疼爱甲关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园林火车头后壁有一搭日治时代留落来插新甲造的厝。根据专家研究，这应当是明治制糖公司的园林业。战后佫改做台糖的南园林站。不过自3冬前，地方就已经将这片厝报起要办理文化资产的审议，结果煞有头无尾。当就有团体批评讲，彰化县的文化局行政的作风有影是真怠慢。这栋日式的木造建筑，插在彰化园林火车站附近的小巷仔内底。虽然有一寡所在已经毁损，但是整体外观也阁算完整。根据文书工作者的调查，这毋是日治时期一般的徛家，是明治制糖园林站。早伫咧2016年7月，就已经提报文书审议，但是到即马却拢无结果。文书团体认为，彰化县文化局的动作太过慢。地方政府都持续怠惰的话，这样子对于那种具有潜力的文化资产的保护来讲太薄弱了，所以他现在审议程序中，应该就是视为暂定不提。这是我们的看法。文书团体表示，园林站伫咧公布了后，改名做台糖南园林站。为南园林站到溪湖汤手站之间的铁轨路是3轨，而且伫咧南园林站进行5分车，甲一般火车的车道侧换，非常有文化保存的价值。对于文书团体的讲法，彰化县文化局解说，去年已经先列册追踪。请我们再来做这个资料的一个补充哈。那因为现在已经到这个108年的一个年底了哈。那以目前的一个收集资料的一个状况来讲，我们预估啦，最快的话也是在明年的上半年，看有没有办法把这个资料做一个收集补齐之后，再送到审议会来。不过，为去年列册追踪到即马已经1年外，彰化县文化局嘛无继续进行相关的调查研究。南园林车站的文书身份还未定，文书团体烦恼，若是无维护，若是去互人破坏，彰化汤体文化会失去重要一地。希望相关的单位会使有更加积极的作为。记者彰化综合报道。来看高雄这一群少年人近来4冬，因是甲城市产业各有身躯边环境的改变。写作一条一条关怀土地、疼惜故乡的歌。阴暗10点，公视台语台《青春咱的梦》这个节目，特别招观众朋友来听浅地乐团因创作的苦心。浅地乐团一向拢正关心土地，但是含过去直接的文字无同，经过2冬的磨练，伊嘛变甲愈来愈定着，对身躯边的事事行行有搁较侪想法。
较大汉了后，可能伫咧写歌顶面就较有转变安尼啊。毋过对社会的关心，对环境的关心，我感觉是无变侪嘛，无变少的。自唱10是乐团主要的词曲创作者，称帝乐团这个名，伊讲其实嘛是因为对环境议题的关心。听到阿嬷讲的故事了，就感觉足感动，所以就把这个感觉写落来安尼。譬如讲，因咧青春的期间，其实有介侪故事，啊，毋过即马你就变一片货柜区了，其实你会感觉就感慨。目前乐团的成员分别住伫高雄甲台北，因为表演定定国内国外世界奔波，但是对因来讲，伫对表演舞台大势拢毋是上重要的代志。认真甲每一场演出做好好势来，才对得起歌迷，对得起家己。就是尽量表演好啊，平常时加练啊，就是阮就是尽量做到上好安尼。一般来讲，独立音乐的资源一向毋是介多，佮靠免讲是台语乐团。不过面对未来甲市场，称帝有家己创作的铁盒，会坚持家己的理念，勇敢拼落去。记者陈怡真有严总采访报道。前线直接看，来看墨西哥北边和美国土地相接的砖头，刚发生凶杀案，有人押请考死9条人命，佫是拢去抬着富人人甲幼囡仔。尤其死者全拢是美国信摩门教的勒巴朗这个家族的信众。虽然有消息讲这是墨西哥国内买卖毒品的黑道去抬唔到人，不过勒巴朗家族内底的人是讲，案情决定是绝对无遐单纯。墨西哥当局消息指出，莱巴伦家族3名妇女妻时，带着14个囡仔，分别坐着3台休旅车，为索纳洛州出发去娃娃州旅游，经过偏远山区，遭到犯罪集团的攻击。凶徒凶残对3台车开枪，现场留着200多发的枪支，且被烧甲是面目全非。3名妇女甲6个囡仔拢全部不幸死亡。Were ambushed by a cartel. We don't know if it was if they were targeted or if they were just caught in the crossfires of kind of a war over territory between two cartels. We don't really know a whole lot of the specifics, but we just know that so far that 9 are dead, 9 of our family members. 伫美国边的索纳洛州，长久以来一直为墨西哥2大贩毒集团华雷斯甲西纳罗亚的火拼感觉真困扰。墨西哥安全部长表示，这个凶杀案可能是误杀所造成。美国总统川普初5推文大骂这个杀害妇女、囡仔野兽，佮建议墨西哥总统欧布拉多接受美国援助，共同对毒枭开战。Claro que quisiéramos que esto no sucediera, pero no pensamos que acribillando, masacrando, con el uso de la fuerza, a sangre y fuego, se resuelva el problema. 墨西哥当地主要报纸伊豆半岛条报道，莱巴伦家族各遭到死亡攻击的消息。这源自美国犹他州摩门教的团体，1800年末期因为一夫多妻传统，伫美国社会无用分，就搬到墨西哥北部来住。目前人数差不多3000人左右。共和党的犹他州参议员罗姆尼的爸爸以前就是这团体成员。莱巴伦家族公开批评毒品甲暴力团体作为，过去就捌引来犯罪分子绑票、揩油甲谋杀。惨案发生了后，莱巴伦厝内底人向媒体表示，因捌接到不明人士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唔知你有注意无？东北风自昨暗开始就变无遐透。各地头拜市进前拢是济云到好天，毋过早暗温度也是差真济，上界低温落到18度，咱着爱搭一领衫。拜市经过，阁有另外一波东北风的到位，阁再加上南海热带性低气压的乌云，水气原来变较高。明仔载天气变化啥款？咱做伙来看各地头详细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
23度到28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4度到31度。台南、高雄、屏东、恒春，25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南屿，23度到28度。金门马祖平湖21度到27度。大事讲国政，小事讲生活。观前看台湾，顾后看海外。我是吴国正，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